还是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，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，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。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，新的起点，新的世界就在眼前。受过伤，也流过了眼泪，为了梦想疯狂，这一次又怎样？奔跑吧，骄傲的少年，年轻的心里面，是着你的心的。再说吧。同学们注意了啊，还有半个小时交卷，同学们呢要好好作答啊。哎，你稍微等一下，过来，到这边来看一下。你这个上面怎么都是点点？不是说哪里不会点哪里吗？哪里不会点哪